对你有传师领任各位前贤大德，今天读经的内容还是跟会考之前是相同的，那后续呢会再改回原来的那个经文哦哈。那今天回送的前贤是爱祥佛堂叶哲荣老师的姐姐叶，稍等一下。叶雅萍叶雅萍前贤。那至于那个另外一个前贤，张武峰，张武龙前贤，我们会在3天之后再回向给他，感谢慈悲。因为叶哲龙他姐姐在加护病房急救，所以比较紧急，所以今天我们功德回向给叶哲龙的胞姐开始了哈。好，那诗婷你换一下。好，四如可以了。线上的各位前贤、各位大德，大家好。今天同学来学习道之宗旨，敬天地，礼神明，爱国忠士，敦品从礼，孝父母，重师尊，信朋友，和相邻，改恶向善，讲明五伦八德，阐发五教圣人之奥旨，各尊视为纲常之古礼，洗心涤虑，借假修真，恢复本性之自然，启发良知良人之至善，己利利人，己达达人，挽世界为清平，化人心为良善，济世界为大同。礼运大同篇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，男有分，女有归，或护其气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，利务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。四人里面慢一点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一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
弥勒下世不悲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正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不及途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滚圆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我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练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真来救世，钦点文部皆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崖弥勒真，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蓝颜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周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力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一扣再扣3扣4扣6扣7扣8扣9扣10扣手。恭受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悲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正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不及途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
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侧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点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收听邪人胡说话，饶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真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我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国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真。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蓝颜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颗，1颗，再颗，3颗，4颗，5颗，6颗，7颗，8颗，9颗，10颗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悲亲。灵宝齐乳灵山地，莲花印正考三圣。落在中原山心地，大正四川黄桃心。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不及途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圆显化在浦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侧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点化成金。
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收听邪人胡说话，饶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真来救世，钦点文部皆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无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照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国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崖弥勒真。吴王敕令记下生，收服蓝颜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度尽。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个。1个再扣3个4扣5个6扣7扣8扣9扣10扣手。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某某某，弟子赵朝姓宇，女洪诗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诵经功功德回向于叶雅萍前贤。回向于谢雅叶雅萍前贤，请弥勒古佛，祈请弥勒古佛，地藏古佛，地藏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调解患者与他所有有情众生，了解患者与他所有有情众生，无形大德的恩怨，无形大德的恩怨，令其解冤释怀，令其解冤释怀，令其减轻病魔折磨之苦，令其减轻病魔折磨之苦，得以早日康复，身心健康，福慧增长。身心健康，福慧增长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真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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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谢谢各位浅显大德，谢谢。好，感谢世如浅显。谢谢世如。感谢浅显好，慈各位悲，大德，感恩护大晚中人慈安。悲，感恩各位点坛师慈悲。谢谢大家共好，拜拜。各位点师，各位有用，各位会员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好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大家晚安，再见。谢谢，晚安。晚安，再见。晚安，拜拜。再见，再见。游戏有了，诗婷浅显，再见了，晚安。哦，浅显们晚安。晚安。啊，晚安。现将以上诵经功德的一部分，有一些功德也回向给弟弟赵天顺。现将网络电视台有一点功德也回向给弟弟赵天顺，祈求仙佛慈悲帮助弟弟往生弥勒外院、弥勒净土、弥勒外院。感谢仙佛慈悲。